家係一個共同經營嘅群體，但每個成員都有自己嘅個性，因此喺呢一個現代風單位就實現咗呢個理念。唔同空間、唔同房間展現出多元嘅室內調性，但都係以灰色元素貫穿整體居家，強調空間嘅一致性，升華現代風同埋北歐風嘅純粹，以大片木皮沉澱希臘仰望嘅腳步，再採用銀灰嘅高雅色彩，喺充足自然光嘅映照下，呈現好似絲綢般嘅細緻質感，而且可以俾屋主可以舒服咁樣享受窗外。設計師喺了解屋主美感喜好、需求同埋生活習慣之後，以現代簡約風設計成個空間嘅定調，並且用屋主最中意嘅灰色同埋木色去鋪設整體室內，創造豐富質感美學生活。告別傳統住宅擁擠玄關嘅印象，加上後疫情時代嘅影響，專業設計師建議，若果格局空間允許，盡量將玄關嘅空間規劃大一啲，借入頂天落地鞋櫃，以因應未來生活變化所需嘅收納量。配置回家後可以送修懸掛手袋同埋外套嘅烏衣櫃，亦都係後疫情時代嘅標準配置。喺玄關做足收納，可保持落塵區同埋生活空間嘅整潔，家入邊唔雜亂，睇起嚟更加舒服。主人房同樣延續灰色色調，營造低調簡約嘅氣息。風格強調唔完美嘅美感，令天然材料同埋極簡設計帶嚟一種安靜、平靜嘅空間感受。呢一種風格特別適合 I 型人格嘅人，喺充滿自然質感嘅空間入邊，感受到一種深層嘅心靈療癒，回歸生活嘅本質，令內向者喺呢一度獲得精神上嘅安穩。主廚融入灰木白，展現經典表情，並且讓櫃體呈懸空形式。喺沐浴區空間打造咗一個大理石座位平台，提升沐浴嗰陣時嘅安全同埋舒適。你有冇發現，越多收納櫃反而仲令房間仲亂？傳統床頭櫃有櫃桶可以置物，亦都有平台可以放一啲物品。但係你有冇諗過睡眠區真係需要放咁多嘢呢？一種更加利落嘅設計係利用格櫃取代床頭櫃，內凹嘅設計喺視覺上更加簡潔，而且唔會因為唔小心碰撞到櫃體或者層板。由於有大容量嘅收納需求，但係空間本身嘅大細有限，設計師利用咗其中一面牆面作為收納櫃嘅配置位置，借由唔同層次嘅規劃，令牆面由上到下都係可以收納嘅空間，將空間嘅使用率提升到最高。出門之前，好好嘅梳妝打扮，亦都係你必備嘅生活儀式嗎？有人話衣着打扮最能夠直接展現一個人嘅美感，咁衣帽間就係每一位屋主展現品味嘅私密場域。想擁有一間完美嘅衣帽間，除咗分門別類嘅收納規劃，按照屋主習慣安排嘅設計至關重要。睡房面積唔大嗰陣，衣帽間嘅設計就非常之重要，需要喺機能同埋視覺尺度間拿捏得啱啱好。灰色廚房嘅崛起從未令你停止驚奇，因為灰色係一種與一切相得益彰嘅顏色。當灰色廚房同埋不鏽鋼廚具配搭使用嗰陣，可以令廚房發揮最大嘅美感。灰色有一種獨特嘅魅力，現代感有個性。
但又保有柔和同埋高質感嘅氣氛，喺廚房設計中最熱門嘅色彩選擇之一。如果想創造放鬆感嘅廚房，淺灰色可以營造出柔和嘅效果。想打造個性或者奢華嘅空間感，就建議深灰色配搭其他色彩嘅元素。如果你鍾意現代感，長方形洗手盆非常完美，佢哋可以令你嘅浴室睇起嚟時尚。佢哋兼具圓形洗手盆易清特點，又擁有時尚嘅外觀。可惜分離設計已經成為浴室規劃嘅必要，可以大幅減少地面嘅積水，再配搭浴室寶，更加可以快速令浴室回歸乾燥溫暖，喺冬天嗰陣時最實用。而且近年亦都流行分離式浴室設計，各自獨立。